去咗南山一日，飲飲食食辦年貨。萬大士醫肚師，口岸3個地鐵站就到順德屋，食咗肚包翅、豬肚包裹住足7兩嘅魚翅，分到好多碗，再加入金華火腿，成個豬肚成隻雞倒入湯煮，變成魚翅豬肚雞湯，加入海南白胡椒更嫩味。爬金山係用咗順德有名嘅鯪魚陳皮話，加埋落先前個湯頭認真鮮味，一定飲唔停㗎啦！記得可以加湯㗎。臘味煲仔飯上台就熱辣辣熱子聲，配上鹹香嘅魚蓉醬，臘腸香氣撲鼻，臘肉肥瘦比例剛好，仲有大片鍋巴真係搶住食啊！最後仲叫咗個皮脆多汁嘅燒魚鴿貼，介紹俾親戚都大讚性價比高啊！食完飯想飲咖啡，瑞幸同一條街就有，超方便，到美式11個半就有一杯，大家拎住一路行一路飲，跟住我哋搭一個站到桃園天虹超市辦年貨，呢度變咗大型掃貨現場，香港人識同唔識嘅賀年禮品都有，瓜子朱古力糖果都有好多選擇，仲有優惠198蚊減20蚊添，真係玩足一日。